还有礼物啊！谢谢。今天嫂子生日，然后呢，邀请东东去参加生日，是吧？一大早早就准备好了，要自己去文昌给嫂子挑选礼物。本来是过来买礼物的这个小家伙啊，看到了人家下边有设置这个游乐场，哦，开心的不得了。现在只想闹腾的要去下边玩游乐场。东东想嘛，买个合适称手的伴手礼给嫂子。这个是竹鼠，竹鼠，嫂子的礼物还没买上呢，倒是想给自己买一份礼物了。你来看，你不是要给嫂子買禮物嗎？是太多英咯。给嫂子的禮物還沒挑上呢，先給自己挑了一遍。他說很喜歡這個，好，一會老公給你買一個送給你，好吧？什麼都喜歡上了。你看，禮物都沒還給人家挑好，先得給孩子還有自己給挑上了先。覺得這個也合適小孩。哦，買給孩子，買給自己，都沒有想過要買一個給老公。啊，購物真是女人的天性啊！好了，這個。OK 吧 ？OK， 这个叫眼镜，眼镜，好不？好 ，OK， 你喜欢就好。哦，礼物是你自己买的，你要自己挑啊。又臭美起来了。漂亮，喜欢你就买啊。那你就买一个。可以啊。喜欢你就戴试一下。这个啊？太肥了，现在戴不好看。อันนี้เจ้าใส่เองได้อันนี้ก็โอเคค่อยเลือกค่อยอันนี้ได้อันนี้ได้挑了一箩筐。你今天肯定是骗我的，说要过来买礼物给嫂子，原来是给自己购物的。妈妈来购物，女儿也过来购物。一个女孩子专门喜欢男孩子玩的东西，要么喜欢钩机，要么喜欢刀啊、剑啊、枪的。你还是不是个女孩子？我是奥特曼。哦，你是奥特曼啊！你想要小公主啊？每回买东西都要自己挑，只要妈妈说一声，那你先挑 ，OK， 那就很安心了，自己去挑自己喜欢的先。那哈。好，喜欢你就拿，老公送给你。开心吧？是不？你看到蛋糕了？
今天过来最开心的就是我家这个小家伙，一看到蛋糕飞奔而去。这是我嫂子和我哥今天，这个就是我们家的寿星了。快乐，祝你生日，祝你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哎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老师，biu biu biu。搞地了，我掂。再还有一个人。还有礼物啊！谢谢。嫂子生日快乐！今晚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也在祝是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，祝你们春节快乐，万事如意，25年长虹，12年大吉大利。